瞓醒覺頸筋膊痛又瞓得麻麻地，可能係同你嘅枕頭有關。今日就教大家點樣去選擇枕頭同埋正確嘅枕頭位置啦。研究指出，瞓覺嘅時候頸部姿勢不良會對頸椎造成過大嘅壓力，有機會導致日間肩頸不適、肌肉僵硬同埋頭痛。瞓喺枕頭上面嘅時候，要確保雙肩喺枕頭嘅下方，咁樣先可以促進頸椎自然前凸嘅曲線，對於深度睡眠係至關重要。一篇研究 Systematic Review 指出，有中等嘅證據顯示以下呢一啲嘅枕頭條件可以改善睡眠品質：一、乳膠枕頭材料，目前最充分嘅證據證明佢可以提高睡眠舒適度同埋質量，減輕頸部疼痛，改善整體功能。二、枕頭高度喺7至11 cm 之間，舒適度最高，可以降低頸部同埋顱骨壓力，促進最佳頸椎排列。三、輪廓枕頭設計，枕頭嘅兩側會較高，適合側瞓嘅人士；枕頭嘅中間會較低，適合仰臥嘅人士，有效改善睡眠品質同埋持續時間。四、喺枕頭設計中加入冷卻效果，可以改善睡眠品質，更加容易入睡。大家喺揀枕頭嘅時候，可以多啲考慮呢一啲嘅因素。如果你有任何痛症、姿勢或者健康嘅問題，歡迎留言話我知啦。我係運動及物理治療師 Coco，記得 follow 我 Facebook、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啦。